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国内疫情渐渐稳定，指挥中心宣布 KTV 吧出馆这款场所会当带条件开放，业者也赶紧准备文件向地方政府申请。有一对越南来的母仔囝涉嫌走私非洲猪这猪肉制品入来，这个行为造成国内产业正大损失，检方要求法院就要甲伊判罚等。行政执行署处理分署今下晡甲嫌犯头接电，伫咧做虚拟货币记载甲虚拟货币拍袂掉，也代表虚拟货币是有价值性的。讲到咱国内疫情是渐渐伫咧稳定，指挥中心宣布讲 ，KTV 吧酒馆这寡场所是会当带条件开放，业者也赶紧准备文件向地方政府来申请。另外，伫咧餐厅坐工地桌啊，也唔免采假帮啊，便利商店的这个乌冷啊，佮有茶米卵，拢会当家己硬啊。6条、7条。真久无拍牌啊，爱搁挂手套，结果蒙牌功力受到影响。国内疫情转好，民众会当去麻雀馆加牌友小比者，毋过爱放假帮，拍进前爱量体温是命者。虽然有淡薄麻烦，毋过业者讲这2天预约的电话接无响。前2天就已经有很多询问的电话，大概到下午应该就会客满。指挥中心宣布，日期间改放零相关防疫的规定，互麻雀馆、导游店这场所会当有条件开放。消息一日出来，互一寡业者真欢喜，赶紧申请复业，搁做好防疫准备。尤其有卡牌的，我们都会定期的去更换它的塑胶牌套，在每一组客人结束之后去做一些消毒的动作，人数会减少到成以前的大概1半到2/3啦。这些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我们也就是营业的时候再告知。KTV 原来伫有条件开放的名单中，业者嘛是定位电话接袂完，原本5早起都有人去预约，按过服务爱搁甲地方申请，所以业主无法度伫早起就重新营业。我们也积极准备复业这样子，对。那其他的县市呢，其实我们也都有联络上的，对。那只是说还是都要等相关流程。现在复业当然是很兴奋啦，也是很紧张啦，也是希望客人可以赶快来消费来欢唱。停4个外月，有 KTV 伫中昼就迎接第一组人客，防疫高规格，消毒用品准备好，连麦克的头拢直接拆落来换。除了部分5路场所有条件解封以外，餐饮店来食唔免使用假帮，超商小的物件民众会当家己摕。要上班的话，其实人潮蛮多的，之前都由店员帮忙加群，那其实店员其实自己也很忙碌。加完之后再多做消毒就好。有民众反映，进前互店员斗相共夹茶米卵，若是摕到无味的，会无欢喜。即卖当家己使用，会当好发景。毋过伫这个同时，工具的使用因为搁较侪人吸到，所以店主甲民众还是爱好发防疫，才袂变做防疫的老胖。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大学伫9月开学，有真侪大学拢有遵照规定保持社交距离伫咧上课。有的学校规期是改做线顶教学，甚至有的学校是甲学生分做2批，轮流来甲学校上课。毋过即马有一寡学校认为讲安尼做是无够自编，教育部伫昨暗夜放令规定，若准这教室有够大间，学生会当保持1公尺半的距离，就会当伫咧现场上课。大学开学第3礼拜，教育部原本规定讲，教室内底师生的人数限制是80个人，若是无法度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就要用视讯上课。所以有一个学校是甲学生分做 A、B 2组来上课 ，A 这组的若入去教室上课 ，B 这组的就用视讯上课，而且每礼拜会轮流交换。我曾经想过1/3轮流上课，其他人在线上，或者是呢开3个教室同步上课。但是呢，我后来觉得这些在实际的执行上都有困难。那无就是像东吴大学同款，租入学校空间小，都用线顶上课。这种要两边要兼顾，我觉得这是困难。而且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实务上面来讲，实体上面来讲，你可能还要顾虑到技术层面上面，例如频宽的问题。不少老师拢讲，用视讯上课效果也是较歹。教育部初5阁修正防疫指引，若是教室内底超过80个人，每一个人要是会当依期量计少1公尺半，就会当实体上课或者是集会，而且唔免当围坐。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比较倾向实体上课。2.25平方公尺才能放1个人，在当时是真的是比较困难的。解开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大学端在上课上面其实是比较方便。从开学以来，东吴大学过继系教授李坤章，拢是像安尼伫咧办公室内底开电脑用视讯的镜头来甲学生用线顶上课。即马教育部放令规定，为7日开始，
全学校的老师甲学生总算会当面对面开放实体上课。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7个带病入境。另外，为着要防止Delta变种病毒入去社区，指挥中心伫今日表示，会甲4月25到7月初3民众所管的会抽5000人来做抗体检测。若准管会民众无想要参与检验，会当打电话到1977取消。为了阻挡新冠病毒Delta入去社区，指挥中心8月23启动加强监测方案。疾管署嘛会做关怀人血清抗体阳性流行率研究调查的计划。指挥中心会针对4月25至7月初3，全台湾关怀中心的血清存档样本，随机抽查5000件，检测新冠病毒的抗药2倍，甲各2倍抗体。因若这个期间有关怀民众去用抽到的几率，差不多是1%至2%。有一段时间，大家也都在提起说怎么样做一个血清抗体的监测，那了解在各个地区以前就是传染的一个情况，那有染疫的情形，那跟我们相关的疫调，还有最后发病确诊的情况，可以做一个比较，那做一个监测的一个基础。指挥中心表示，血药基金会抽查了后，敢若会提供无签名的资料甲血清存档的样本，互疾管署来做后手的检验甲统计分析。抽查的档案会由血药基金会按天数来销毁，这个过程是无法度辨识关怀人是啥物人，而且嘛未甲抗体检测的结果通知予这个关怀的人。让捐血人保有这种退场的一个机制。所以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就4月25号到7月3号。在全台各捐血中心有捐血过的人，如果觉得说不想在这个计划里面，在10月18日前致电1922，那留下相关的资料。但是中强调讲，血清抗体调查甲个案并无关系，是规个社区整体监测计划。若是验出抗体是阳性，嘛敢若代表较早捌患着新冠肺炎过，袂用来调查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越南的母仔囝伫咧台湾，互一间越南贸易公司请，因涉嫌伫今年3月到8月之间，涉嫌走私有非洲猪这猪肉制品入来台湾，甚至佫偷走税28万。检方今仔日依照着挺猪走私条例、走私管制物品罪等罪嫌，甲一对母仔囝提出公诉。也因为这个行为造成国内产业真大的损失，检方要求法院就要甲因判处等。尤其这些肉制品含有一个非洲猪瘟的这种病毒那很有可能会造成全台畜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被告他们的恶行我们认为是比较重大，所以请求法院量处这个比较重的一个刑罚以示这个警惕。这对越南母仔囝因所走私的物件，警方有查扣到71公斤的月饼甲蛤蟆，这个肉品内面也验出到非洲猪隻，这款商品也卖去台湾各地头。越南店仔地方的卫生局也当咧稽查，另外偷走税部分，检方也当咧侦办。树林地检署进前有抓到嫌犯偷接电伫咧做虚拟货币案件，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今下晡甲犯罪所得的虚拟货币拍卖掉，另外还有操作虚拟货币电脑设备也做伙拍卖，这代表讲虚拟货币是新世代内面另外一种有价值的物件。280万可以得标吗？可以大家可能听过行政执行署拍卖汽车实处，也毋过你一定无听过拍卖虚拟货币甲挖矿机。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初5下昼有真侪民众拢是为这来。拍卖开始进前，民众特别查看挖矿机的硬体设备，希望会当用好的价钱买登记。我比较没关系啦，因为我是自己经营，我并不是要转手。但是如果在转手的话，可能在这个市场价值应该没有人要收。检察官表示，这摆拍卖44台挖矿机是一件确定挖矿案件的犯罪工具，拍卖所得将收归国有。以矿机这一块是犯罪工具，我们就会把它没收掉，拍卖掉以后钱进国库，没有给被害人。但至于像虚拟货币的这个部分，它是犯罪所得，所以没收掉之后，这个钱是会还给被害人，也就是台电公司，能够补偿他们因为被告窃电行为而受的损失。
另外，即摆也将犯罪所得的虚拟货币拍卖，包括泰达币7000块个，甲以太币0.33个，因为这是史上头一摆行政执行署特别请鉴价公司评估市场价在这点拍卖地价。那这个部分鉴价哈，我们是委由专业的鉴价公司来进行鉴价。那虚拟货币的部分哈，我们是透过现在台湾3大交易平台哈，当天定底价时的均价来定一个底价。因为所谓犯罪日渐增加，检方甲行政执行署也希望透过即摆先例，建立对所谓犯罪工具甲犯罪所得虚拟货币的拍卖机制，对着时代进步的脚步。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提出政策，要来压制炒房地产，宣布6都新竹县市，若准是要买第2间厝，贷款袂当有宽限期。最近各家银行也有风声讲，也要纠管买第2间厝的贷款利率，配合政府的政策。不过学者认为讲，利率无够2%，投资者也是有利润通好赚，会当用借人头的方式来做买卖，也是会当。中央银行压炒房有第3波管制，特别地区也就是6都、新竹县、新竹市这8县市的第2户买厝贷款，袂使有宽限期。若是安尼，最近传出第2户贷款利息也计划要调管。那个热钱，你能够赚到的钱是高过于那个利率很多，所以我认为这措施没什么用。调管第2户房贷利率，也就是央行所提出的差别定价。即卖的房屋贷款利率，买第1户普遍当降价1.3%左右，准讲买第2户也伫咧1.32%至1.4%中间，利率无悬。即卖央行要求银行都要落实风险控管，将大声调管个人第2户房贷利率。合库银已经调方暂时是规划第2户房贷利率可能调悬到1.5%，但是华南银行要调悬到1.6%，不过敢若针对6都、新竹县市、8县市地区，若是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台企银、中银也搁伫规划当中。那很多人囤地，利率又那么低，不炒房是笨蛋。所以这样的想法下，希望力道要慢慢的来加深。第2户，那假设现在到1.5、1.7，然后到第3户可能到2.0，第4户可能到2.3。不过为1.5%至1.6%这个房贷利率，对投资者来讲其实压力无大。以房贷1000万来计算，房贷利率1.3%，行前年限是30年，本金加利息每个月是爱含38610块，利率调悬到1.5%，每个月本金利息是40277块。再加1667块，对投资客来讲，其实也真有通赚。租金的投报率绝对是2点多%起跳。如果它是有投资性质的话，它每一个月其实它还是有利差可以赚，好，可以用收房租来养房贷。央行是讲，大概相关利息半码0.125%，银行调管利率的幅度差不多是0.1%。那种银行甲房贷利率纠管到1.5%起跳，其实都是相当银行相关利息1码。学者表示，目前市场资金伤济，那种民营银行无同齐调管利率，压制炒房的效果就有限。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屏东的高手，有一位超商查某店员去互一位精神障碍患者攻击，致使伊的两眼受伤。经过手术了后，目前当咧复原。民众对这位查某店员的爱心捐款也一直历来，甚至有人质疑讲，县政府拢无出来斗3工。不过，县政府出面来赔回，讲是因为法规的限制，才无法度来协助募款的。另外，这个案件也互大家关注到，爱修法甲个案延长监护年限，避免类似的悲剧搁再发生。有热心的民众发起捐款，想要替顶个月底去互一个精神障碍患者攻击、两蕊目睭受伤真严重的屏东高手的超商女店员，希望会当尽一份心意。因为这个女店员家庭的经济无好，真侪民众主动表达协助的意愿。加上在多方面考虑之下，提供女店员的口罩，民众的善款是真紧就溢入来。加上嘛真感谢大家。用在我妹妹的伤势重建的部分，还有心灵重建的部分，就还有这2年的费用。家属表示，目前善款已经有够。负责家己治疗的高雄中家病院表示，这个女店员2届手术了后，目前恢复了袂歹，后手也是爱密切追踪。病院这边嘛会专业补助医疗的费用，因为这届捐款是由民间发起的。不少朋友去县长潘明安的人面前头话，这个政府失灵，不过毛民众无同款的看法。像是刻意在挑拨，或者是刻意在攻击啊。那是一事归一事啊。
官府讲相关单位拢有协助，包括捐款的季节、接收的辅导等等。根据公益款务条例第5条的规定，除非是重大灾害或者是国际救援，若无政府机关袂当替私人款务。公家单位其实不能帮私人发起这个劝募，真的是很多的民众非常的热心跟关心。政府袂当协助私人款务引起讨论，专家讲这是为着不互政府影响民间资源的分配。不过，这几年几件款务的事件，造成民众对民间团体无够信任，所以希望政府会当来募款。不过，政府这边嘛有发令相关的限制，而且嘛要考虑济无共款的层面。除了检讨修法以外，嘛应该为捐款整体来规划配套的措施甲相关机制。捐款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收了以后就没事了，我包括事前的规划。还有事后的追踪跟查核，那对公部门来讲，它就会有一个 OK， 我会不会把这个个案变成通案的问题。旅店员防攻击的事件持续发酵，这嘛，互精神障碍患者监护的问题，搁一届受到讨论。各界建议讲，中央应该赶紧互司法甲介护体系进驻精神医疗处所，嘛要修法以个案来延长监护的年限，才会当避免类似的悲剧搁一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80多岁老翁仔某，昨伫咧台铁新左营站要坐电扶梯出站的时阵，可能是去互别人骑着摔落来。家属不满台铁拢无紧，也无协助来报警察。台铁表示讲，站务人员有随去关心，只是民众本人无讲要报案，也讲无需要救护车。警方表示讲，会追查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台铁传出有民众那像是去互摔落电扶梯，这是早起7点外，一对80多岁的老翁仔某，为台铁新左营站要坐电扶梯，准备要出站。头前一个穿青衫的查甫人，向滑头，甲这对翁仔某挤落电扶梯，致使这对翁仔某摔倒，佮严重伤。家属伫人面前指控讲，台铁第一时间并无好好处理，站务人员干那甲翁仔某带去抹药尔，并无通知铁路警察。相片内底会当看到这个坐伙人脚只撇规个刺伤，手骨嘛断去。家属不满，就爱家己报警察，批评讲这袂似是屏东旅店员防攻击的案件同款。甲迄台铁的人讲，因摔落，伊就走，就走啊？嘿，伊讲伊摔落，吼，伊就位啊过。啊，然后台铁人安怎？啊，然后我那个台铁人，我就甲讲。伊讲伊摔落来啦，啊，你就敢若看来看去，也无人去叫啊。那位先生是站在现场发愣的，所以当时他也没有揪住他，说就是他把我们压伤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协助这一块去处理，当时家属是没有这方面的，他只是说他会联络他的儿子。台铁防指控处理的方式消极，佮无作为。因透过监视器的画面表示，站务人员看到这对翁仔某摔倒，就随甲电扶梯伺好停落来，而且去关心因受伤的情形。不过，这对翁仔某并无要求要报案或者是叫救护车，敢若讲会联络因厝内的人处理。站务人员才会带因去抹药啊。那家属是表示说，做完笔录，他是表示说，他们还要去验伤，看情形怎么样，才要提告。警方表示，代志发生的2点钟了后，因才接到通报，因若这个穿青衫的查甫人，又伫现场点一段时间，落尾就点离开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已经受理报案，嘛透过调监视器来追查，要来查清楚这个穿青衫的查甫人的身份，会通知伊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女性要穿生理假是受到性别工作平等法保护权益。伫台中部方有一间中照机构社工指控因的头家，讲因头家竟然要求讲，若准备穿生理假，就要摕这个用过卫生棉来做证明。也质疑伊的头家有减保劳健保状况，目前相关单位也正在调查。社工肖小姐伫咧律师的陪同之下出面控诉，今年9月向邻一个长照机构请生理假，去予雇主要求需要出示用过的卫生棉，机构甚至伫咧内部的群组顶悬公告，造成伊心理上的无爽快。请生理假，然后老板就是在公司公开的群组，就是传说9月30后要请生理假的人要减负卫生棉片给主管看。我心里是会觉得说，生理假本来就是给我们女性的权益。说你请这个生理假是不需要减负相关的证明文件的。对，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等于是说法律已经有一直在进步的修法了，但是我们发现说，其实雇主的心态好像没有再去改变。肖小姐事后离职，才发现雇主无帮伊保劳健保。这间伫咧台中市雾峰的长照业者表示，
清生理假需要出示卫生棉是9月10号的内部决议，但是因为女性员工反弹，迄一天就撤销公告。另外，无保劳健保是行政过失。9月10号上午提出，9月10号下午才8个小时我们就撤销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同事被要求生理假要提出证据，我们自己也承认了，只是忘记加保了，这是行政方面的疏失。台中市府9月23号曾经到这间长照机构联合稽查，业者当时无法度提出完整的资料说明。劳工局表示，若是违反劳基法甲性别工作平等法，上悬会使处30万的罚款；若是无配合限期改善，卫生局上重会使取消政府派案合约。台中市劳工局要求业者10月7号到案补件说明，消息者另外会针对雇主劳保、劳保的部分，会来申请劳资争议协调。记者台中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全世界消息。讲到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予美国、德国、意大利3位伫咧研究气候的学者。这3个人是一位是美国一个日本气候学家金戈雪龙，德国的科学家克劳斯哈斯曼，以及对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乔治帕里尼，因甲全球暖化预测会当量化变更较精准。受到疫情影响，越南的胡志明市总算伫咧进前解除3个月封城限制咯。也因为封锁期间有900万名的民众，敢若会当伫厝内面无做事就无钱通好赚。地区一开放，一堆人就随离开胡志明市，地区因的产业也真欠工人。芳一工厂内底，工人骹手真美，用机器咧填衫，因看到真侪机台头前空响响的，拢无啥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越南胡志明市为7月开始实施防疫封城措施，影响到900万名的居民无法度出门上班，无收入，敢若会当关伫厝防疫。一直到顶个月底，当局才解除封城的限制。Mấy tháng nay là ở trong nhà, tổ tống hôm nay ra sân được vui vẻ. 这是伫遮工课劳工，真侪拢是为外口的县市来打拼的。一日互封城限制伫厝，将近3个月，互真侪人拢挡袂牢。越南国营媒体报道，为初1开始到初4，已经将近9万人离开胡志明市，因为劳工无想要伫咧后届疫情过来的时阵，伊阁必须爱居家防疫无工课。Hôm nay đi ra sân thì rất là ít, nhưng mà ai cũng có ý thức là đeo khẩu trang, rồi sát khuẩn tay, rồi chị em thì cũng nói chuyện với nhau, không có vồ vập, không có ôm ấp ôm vai bắt cổ nhau hết mà. 外国媒体报道，今年夏季越南1亿人口内底有超过1/3的人拢伫居家隔离的状态。各国内重要传产制作业，包括电子工厂、服装、AI 的工业，拢因此卡手无够，无法度生产供应应付国外订单，互今年 Q3 的经济成长率严重萎缩。即卖又阁有大批劳工出走，互欠工的问题佫较严重。当地市府是一直呼吁劳工留落来。胡志明市的成年人嘛有真悬的注射疫苗比例，比全国注射比例佫较悬。严格有关无法度阻止劳工继续出走。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伫咧玻利维亚因合法的可卡散达，一年有超过美金1.7亿，其中90%拢是来自国内某一个主要市场。数千名种可卡业者因为不满这个市场，去互另外一派较歪政府的团体伫咧控制，找市场街头抗议，也甲警方发生激烈的冲突。现场拢是催泪加水、弹石头声、甲炮仔声一直响起。玻利维亚数千名骨科业正式业者初时行就首都拉巴斯街路，甲警方爆发严重冲突。因来自英加苏地区，不满独占合法市场的骨科业农协会，我哋可卡和另外一派人马组道，感觉权益受到损害，就去刷上街示威。玻利维亚大约有10万名合法骨科农，毋过要合法买卖骨科血，需要伫骨科业者联名管理的指定市场进行。发新社指出，玻利维亚合法骨科业产值当年达到1.73亿美金，相当48亿台票，其中90%拢是来自欧洲可卡市场。所以由上来领导这个协会，加速国内无共派系骨科农政治核心。伫
顶礼拜，亲政府派系将一位反对派人物赶落台，以处理学蝶科卡的控制权，引起另外一派顾科龙的不满。 Más bien el gobierno tiene que sacar a esos intrusos que se han entrado a nuestro mercado. Ellos no están elegidos. Ellos han entrado como un ladrón han entrado. Se han entrado como un ladrón. Aquí está la mayoría. Somos 1 millón ahorita. 应加苏地区早伫15世纪，应加帝国时期就生产古柯叶，长期独占合法古柯叶市场，一直到2017年。迄当阵担任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也将家乡科加邦巴所种的古柯叶合法化为止。古柯叶是生产毒品古柯碱的主要成分，不过数百年来其实方用伫其他多样目的，像宗教仪式、冲泡草药啊，也是摕来补。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伫咧星际争霸战内面搬库克舰长的演员薛特纳，这个月12要上太空啊，而且已经90岁纪，是年纪上介大的太空员。为1966年开始，敢若播出3季的电视影集《星际争霸战》，对美国通俗文化的影响力是非常小可。伫戏内底的企业号舰队，为了找找新世界、新的文明甲新的生命，伫太空展开5年探索的任务。美国太空总署真侪太空人拢表示，这出影集凸显因对太空的热情。伫这出戏内底，演库克舰长的加拿大演员威廉史定纳。 透过伊真出色的演技，甲戏内底稳定的领导能力，吸引侪市场的观众来支持。Amazon 创办人贝佐斯下底的商业太空旅游公司 NASA 起源测试宣布，新式佩德火箭这个月12，第2座太空任务会载包括4条在内3个人上太空。火箭会为德州的沙漠升空，太空舱会下过太空甲地球大气层的隔界。 麦当享受伫太空无动力飘伫空中的感觉，再搁用降落线登来地球。这座太空旅行的时间按算是10分钟。90岁史迪纳到时若有顺利升空，就会改写NASA起源今年7月份头一届航行，在82岁女飞行员哈利福克所创下的人类历史上上届坐回太空人的纪录。不过伫星际争霸战内底，头一个上太空的演员虽然已经过身啊，不过伫2008年的时阵，伊的金刀翁啊有做伙奉送去国际太空站。伊是过去伫这出戏内底演企业号总工程师密格马里斯科特的詹姆斯导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侨胞登来参加双十活动的人数只有1000多人。今仔日也公布唱国歌的领唱人，除了有客家儿童合唱团以外，也有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甲东京奥运摕到大军刀铜牌罗嘉玲。少年老共井3代跳舞的人伫个街仔顶悬来跳舞，展现出热情的活力。TBC 跳舞的人会伫今年国庆的大殿顶悬，展现出跳舞特殊的魅力，来斗打伫要到的双十国庆。各演出团体嘛拢是安尼规个下礼饼加强来准备。斗打音乐甲节奏，只爱成员因的动作齐。当年国庆拢会请真侪民众咧看的这款三军乐仪队，把握上尾几天的机会来排练。希望讲会当伫国庆这天有更较精彩的演出。新冠肺炎的疫情煞咧探，才打经过3级疫情警戒的台湾，今年要是要举办实体的国庆，这嘛是要来展现出台湾防疫的成果。举办实体的活动，在此我要代表庆筹会向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防疫人员等致敬。今年带头唱国歌的，除了有客家儿童合唱团，也佫有医护、警消和体育界的代表，包含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我们今年会降载到6000。我有跟罗一军开玩笑说：“一军，你这几天起床，是不是要练习发声一下？”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侨胞入境了后，也是爱先做居家检疫和自主健康管理21天。所以今年登来台湾参加国庆的人数，敢若有1000多个。疫情跟这个航班都不稳定，大约有10到30几位来自这个非洲。去年是3倍券，今年是5倍券啊！买水果啦，还有这个参加这个旅游啦，到餐厅吃饭啦。今年摒头渡登来的侨胞是住伫澳洲30多年的廖桂兴，伊是第11摆来参加双十国庆，侨委会还佫会补助3000块，
鼓励侨胞返来振兴台湾的经济。因为今年国庆晚会会头一摆选伫个新竹的空军基地，宴会是伫个锭20年了后，才伫个高雄的港区来办，一切拢伫个防疫的规则内底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民党新任主席朱立伦初5就任，朱立伦宣誓，伊讲中国国民党是团结和战斗的团队，未来要打败民进党。伫国民党历任党主席马英九、吴敦义、高碧雄甲洪秀柱等人的面前接落应讯，朱立伦正式就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宣誓，国民党是团结甲战斗的团队，未来要透过民主程序压制打败民进党，无放松的一天。透过国会的监督、地方的制衡，以及包括选举、罢免、公投每一项的民主程序，来真正的压制、打败、胜过民进党。郭环头就任党主席。朱立伦团结国民党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党内适龄的党员，推动党员党外的做计划。也特别感谢前主席江启臣1年半来辛劳。朱立伦党内布局以及主管人事真受关注。国民党秘书长由前台东县长黄建庭接任，因为去年和蔡政府点名担任监察院会议长引起争议，朱立伦就任的第一天亲自带着黄建庭表达小听。蔡政府当时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可以担任监察院的副院长，这对他个人当然是个肯定。在党最困难的时候，现阶段愿意以志工的精神，跟我们一起跳火坑。朱立伦就任党主席了后，头一件就是台中市的第2选区立委陈柏惟的罢免案，了后也有12月中的4项遭法上公道案。朱立伦就战斗姿态，讲要透过民主程序摕到胜利。罢免案甲公道案也横看做是国民党2022甲2024大选的头一战，关系到国民党未来敢会当重新去执政，朱立伦无输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地方法院有一位法警涉嫌甲公家的宿舍当作是家己袂拍卖物件的仓库，内面拢放一寡石头做的艺品，也因为伊申请要伫咧宿舍装监视器，规件代志才逼空出来。因为公务人员是袂当兼职卖物件的，落尾去互记过2届。网络顶一张黑打照复古的相片，锁定天然基石艺术品的收藏者，这拢是南投地方法院一个4年发境的收藏品。互人意外的是，伊甲这艺术品放伫地方法院玻璃简约亭单身宿舍内，一直到申请加装监视器才互公开。像法院说要申请要装设摄影机嘛，那这一块其实是有点跟场景不符，所以院长就请正风去查看看为什么他要申请。那一查，结果发现他有在宿舍区里面放了大量的自己的一些珍藏的艺品，包括黑胆石之类。警方单位调查发现，这个法警伫网络顶有贩卖行为，而且佫是同行内底有一个卖主。毋过4年的法警是讲，实际经营拍卖方是伊的爸爸，用伊的手机也甲汇款销户。伊的爸爸2013年退休了后，就无佫使用相关网站。毋过电解法院进行审理了后，认为事情明确，确实有造成的事实，认定伊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第13条，判处记过2届。那单身宿舍主要目的还是一样，是提供员工休憩使用。当天我们发现以后，就马上请他在限期内把他宿舍的东西清走，请他搬离宿舍，因为他已经很明显违反了我们的宿舍管理要点。南投地方法院强调，若做以后4年的法警佫有违法造成的行为，也是移送机关另外交付电解。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全运会体操项目，伫东京奥运体操队国手，因是表现了真好，代表新北市体操国手丁花店摕到4金1铜。另外，鞍马王子李智凯伫咧地板、鞍马、跳马这3项项目，拢摕到金牌。会是名次向前踢。一个后壁变种冰项目非常的流利，体操精灵丁花店典型好功夫，说来不时有下跳，也加冰身动作老练。这届全运会伊代表新北市参加，伫冰项目的项目再一次展现高水准。少杜伫个关节杠项目中手骨无细而落落涂骹，这届伊摕到金牌，也伫全运会中摕到4块金牌，1个铜牌。对于今天的表现呢？
平衡木我觉得是超满意的，超级满意的。因为其实我前面上一项滑出去、飞出去，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调整，不让心情受影响。对，把那个水准比出来，对里面是平衡木比较好啦，因为你说一样得名一样得第一名，就是那个如果说要再进一步看的话，我们看内容来看的话，就平衡木还不错。平衡木这个分数的话，在国际上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个场场立刻点一个反向交叉倒徛，搁一个汤马士登西。暗马王子李智凯伫伊暗马项目中表现真好，摕到金牌，搁伫地板甲跳马完了摕到金牌。我们这一次台北市的代表队在竞技体操的部分，总共拿了6面金牌、6面银牌、4面铜牌的佳绩。团体项目的部分男生就获得是团体的金牌，女生就获得团体的银牌。虽然李智凯摕到3块金牌，不过伫吊环项目中，代表台北市参加比赛的东家宏打败李智凯摕到金牌。李智凯伫双杠项目中，也是拄到台北市队洪元喜，敢若摕到银牌。精彩表现也是得到真侪捧声。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身心障碍陈小姐要坐公车去上班，却因为这个公车司机未晓使用无障碍厨房，害陈小姐的电动车上厨房了后，规人是倒向下。虽然是安全无安怎，不过陈小姐也讲伊唔敢再坐公车，伊也呼吁政府着要注重身心障碍者坐公车的权益。坐电动轮椅要去公车车帮，新疆朋友陈小姐刷轮椅倒向下，伊嘛摔伫涂骹。代志发生伫顶个月底，台南永康区南港宿舍站，陈小姐控诉司机操作无障碍车帮的时阵，好亲像卡顺身心歹煞，也无落实服务的流程。我就是等他操作完，可是他就忽然回头跟我说：“我叫你等一下。”那我就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其实不是那么友善的。刚上去的时候，我整个就往后翻覆，然后人就飞出去了。陈小姐讲，虽然本身行动无方便，因为常常听讲大众运输对新疆朋友无优先，真少坐公车。这个是今年第2届坐，却拄到过程中感受到司机无优先，佮听到对方讲歹听话。这个公部门无积极对客运业者落实无障碍服务的流程。确实，驾驶在帮忙服务的时候没有到位，所以感觉到上好像是驾驶有一些失疏，所以我们会做适当的处理。如果真的没有按照 SOP 的情况而造成这样子的事件的话，其实我们会依照公路法来开罚9000块以上，并且列入年度的评鉴的一个成绩的计算。市政府表示，台南推动无障碍空间也甲优先坐车环境决心无改变，即个要求客运公司清查，来做确定有新疆朋友反映的情形，除了罚钱，也订立伫业者的年度评鉴。客运业者强调，无障碍设备无问题，可能是直刷歹操作。除了处分，也愿意亲身甲陈小姐会师的加慰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6都无障碍公车比例，逐年拢直咧增加。不过对身心障碍者来讲，也是会当到无欢喜的体验。亲像司机过站无要停，态度无友善，甚至是安全防护拢无做好势。不过司机也有司机的为难，亲像万分去互投诉等等。伫咧陕北的交通局拢定出一套标准，要求客运业者就要执行无障碍服务。爱挖靠公车的车帮才会当顺利上车，不过司机若是无协助下好安全带，轻轻公公开车，若是动车坐轮椅的老先生，可能就有危险。不过对于司机无落实规套身心障碍服务的标准流程，伊早就真惯势。他不用有太多的言语，你就觉得他就是不爽，然后甚至是他在拿斜坡板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就是用比较用力的方式去放，也碰过那一种，他就随口一句3字经就出来了。地面无接看的无障碍标识，老先生讲，都是因为以前坐车，司机有当时过站无停，坐车拢爱看运气。台中进前就发生新庄高中生坐轮椅要坐车，连续3台车唔在，引起议论。坐车拄到真侪困扰，除了拄到司机唔在，也甲无落实完整的安全防护标准流程，佮包含汽车违规停伫公车道，也是脚踏车违规停伫人行道，
甚至公车无法度挖进站牌，出现关价感的问题，这拢影响到坐车。安尼啊，客运工会原来点出司机可能面临的心理压力。有的时候搭公车也都是要赶时间上下班，所以就会造成那个拖班的情形哦。这些乘客他们也非常有怨言呐。客运工会理事长诉求采专节公车也是固定时段来载运新障者，双方拢有立场。为了保障新障者的坐车权益，像台北市是有定标准流程，要求客运业者严格落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板豆菜会出现的红鲫，讲到这红鲫的鲫仔仔是爱用人工去掠野生的回来饲。最近农委会水试所成功培育头一批全人工生产的红鲫出来，未来会当降低进口的需求，甚至有机会会当外销。拍开一马卡拢是红两俗称红鲫的古言青海，一直真受着咱国民众介意的食材。也毋过红鲫凡是难，挖靠掠野生的鲫仔仔。搁进行人工养殖，只是当年过度的掠，地区数量减少。最近水试所突破技术自行育栽繁殖，会当生产品质稳定的全人工红鲫。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所培育的蟹苗是单一品种，也就是成长最快速，也就是我们国人最喜好的那个巨源青蟹的品种。红鲫每个年节每台斤计销起到2000块，有关是维护经营。目前国内年产100多吨，进口却达到2000多吨，主要来自菲律宾。计销第3时间继续起，水试所认为会当成功人工繁殖，将对转变经济有帮助。相信不只是国内的老饕会喜欢，那我们甚至有希望把它是不是变成是一个可以外销的一个品项。全球市场对于鲫仔的需求量增加，也毋过野生资源却日渐枯竭。为咗国家转向开发养殖技术，台湾目前红鲫育成率是0.5%，比平均的菲律宾低。水试所指出，家己以南较适合养殖环境，会继续突破技术。若增加产量，也将照着鲫仔仔放流，复育沿海资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疫情发生较大，民众对防疫公共卫生是愈来愈重视。其实，这个观念对日本时代就开始有啊。国立台湾博物馆也当来举办防疫文物的展览，展现台湾这100年以来是安怎对抗每一个时期的传染病。未染疫者呢，就走未染疫的分流通道，然后进来之后呢，你首先第一道就是你要经过热水的沐浴。用交通做出热点，解说日本时代海港检疫。虽然迄当阵还未科技化，但是已经有检疫、分流、隔离等等的观念。日本来之后，因为他们国内也饱受传染病之苦，所以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在统治初年马上就有了这样子的制度，然后以及在慢慢的就是开设了医院跟那个医学校，那这样子整个工位才会建立起来。台博馆用展览小解19世纪后期到现代这100多年来，台湾面对无同时期的流行病是安怎来防疫，嘛用王存符啊等等的物件，呈现传统甲现代冲突之下，人民甲官方是安怎去适应实践，包括推动注意放射等等，拢是每一个时期大大推杀累积的成果。其实人类都是一直在跟这些病毒作战的，优胜劣败。如果我们能够存活下来，基本上基因都非常强大的那在这次部长来讲给我们一些防疫的观念，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早期的防疫，对 SARS 到新冠肺炎，政府甲民间安怎压制疫情，组成翠暗国家队等等的展出，嘛互参观的民众真有感。台博馆表示，展出100年来防疫历史，甲当咧发生的代志，是希望民众对疫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知影如何来面对。记者林雅文、徐凯台北报道。本地年年初要举办的2021年台湾灯会受到疫情影响来停办。观光局本地安算讲要把这个主灯乘风竹公刷到高铁新竹站头前来展出，不过考虑到离明年灯会时间伤过晚，决定要来取消。用108支灯啊展现出风的感觉，配搭新竹出名的玻璃材料，打造高科技未来感。这是2021台湾灯会主灯。今年初的灯会因为疫情取消，原本6月要展出，又搁延后，即马已经确定今年的主灯无法度甲大家见面啦。
那依照疫情的部分，因为不是很明朗，原本我们建议的部分希望能够延到年底。那可是因为观光局考量距离明年度的灯会的时间过近，然后建议我们到10月10号之前为最后的期限。那整个县府横着整个疫情的发展不是很明朗，所以最后决定就是忍痛有关那个灯会展示部分，我们就暂停办理了。主办单位几啊个月前就配合主顶完成现场的基座甲电力设备，因为主顶确定取消，嘛只好直接拆除。电力的管路的部分，还有拉线的部分，连那个变电箱的部分我们都架好了。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临时暂停之后，这些设施的部分，随后会依照地主铁道局的要求，我们来办理清除事宜。主顶电具的部分，目前是放在观光局北部仓库内底。strategy 再个由观光局决定用什么款的方式展出。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2022年台湾灯会伫咧高雄，其中画布也是重要场地。想袂到厂商进行线路施工的时阵，伤过粗鲁，真侪树仔树枝拢去互揪断去。号召团体甲市议员也烦恼讲，会影响到树仔成长。即马观光局也已经要求厂商要先暂停来改善。来到卫武营公园，有树林和封锁线围起来，会当发现有部分树仔的树枝才互人错断，有的是真大丛的老树。这是观光局发布明年台湾灯会工程，部分光线已经戴好啊，不过距离树根较无1公尺，引起护树团体批评。你为什么要去挖地板，然后挖一个2米深，然后现在的伤害，大概已经挖了3-4公里了，听说还有6倍长。整个卫武营的树木的根系跟树干，绝对会是面目全非。明年台湾灯会经费7亿外，目前业者当咧处理电力管线工程，不过煞互人发现大型机具，譬如讲怪手施工伤过粗鲁。议员伫议会嘛质询观光局长，它根本就不是被修剪，它是被扯断的。老榕树也一样就是。也是这个应该有几十年树龄的榕树，就一样被粗暴对待。我们立刻就去了解，当然目前树木是没有受损，可是我们当天就要求厂商停工了。观光局长表示，业者的做法确实无妥当，未来会征询专家的意见来改善。其实护树团体当咧调查卫武营的老树，才调查1/4，就至少有27丛，因嘛想要赶紧提报，才会当保护这的老树甲生态。记者邓嘉文、赖维做高雄报道。南投德山的延靖社区有真侪人伫咧种地做地，社区规划带游客慢地米体验做地，也希望讲会当推动在地农业，互游客认捌到地米的文化。南投德山镇的延靖社区发展种地和做地已经超过60栋，为了推广在地地业，已经连续3栋举办文化旅行。和游客体验1天的地农生活。是我们第3年申请文化局的采茶体验，那又结合社区的一些茶产业的文化。我们今年也改变一个采茶方式，就是今天是绿茶的制作，然后第2梯次我们是会做红茶的红茶体验，所以我们第1梯次一上网就是额满了。这摆的1天地农生活体验活动，有交通大学的老师带规定老大人来参加。大家踮地园来办地叶，也是坐到附近的地场体验做地。阿嬷说，她已经几10年没有再采过茶了，今天能够再有机会在社区里有这样子的体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几年办下来，就是有点知名度，所以陆续我们还会办理我们一些活动，多方的知名度打开之后，很多不管是社团啊，或者其他市政单位都会来参与。我觉得这个是对社区的能见度是最好的一个部分。延靖社区这几年积极推动社区营造，希望打造在地产种特色1天的地农生活体验活动，让游客更加了解地叶产业的文化和发展历程，也对在地农业的行销有真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气象。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4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4度到36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一时间再会。